哦，会报了哦。无啦，这是一点点啊，迄个小故事尔。我昨有摕着一箱地报遐呢。咱有一个计划啦。我要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伊是要出嫁，因爸爸是摆摊，伊爸爸拢卖穿过地尔，拢掠乖尔。然后伊爸爸想讲咱查某囝要出嫁，是毋是老爸拢爱牵伊出嫁，是毋是？那即摆咧行咧行啊，以早我毋知影啦，即摆人咧常常咧唱唱迄老爸拢爱甲查某囝牵咧，行赛会唱，交代伊安尼，对不对啊？对。安尼嘛，所以爸爸就想讲，伊安行咧行，伊袂使搁掠乖啊，嘛袂使无穿鞋啊。但是伊家己安尼练安尼行常常咧跋倒，伊爸爸就想咧放弃啊，放弃讲，伊就想咧带伊入场啊，伊要参加伊的婚礼，安尼啦。伊查某囝是也鼓励啦，叫伊莫安尼放弃啦，但是嘛袂特别讲要退上啥物方法。结果有一天，爸爸行跋倒行袂好势啊。结果有一天，伊看爸爸哪会用他穿一双水布的啊，他会有双水布的啊安尼啊双水布的啊，害爸爸嘛是安尼练行，敢若有会跋倒，但是又出来咧练。咱甲伊要结婚前一天，因查某囝就拢算是顺利出来嘛。咱甲要结婚前一天，伊穿咱水对不对？咧入咧等。结果伊爸爸嘛穿有穿西装，嘛是穿西装结果伊爸爸脚穿迄双白布的，因查某囝就都袂当袂解，认为讲你管穿西装穿甲遮尔水，遮水，你嘛来穿鞋，你竟然穿一双白布的，伊就认为做无面子，伊敢做新娘拢无欢喜。伊认为所有的人拢咧甲笑，伊认为足侪人拢是咧看袂起伊，因为伊爸穿安尼，穿一身西装，穿一双白布的，伊认为做无面子，伊感觉无面子，迄当伊就拢无欢喜啊，嘛是安尼过啦婚礼就安尼过，伊的面无笑容过伊做新娘伊家，结果过几年了，因爸已经伫病床顶悬啦，差不多已经要往生的时阵啊，身体已经拢要放歹。因爸爸咧讲着迄双白布的代志，伊讲当初伊婚礼伊穿迄双白布的，是因为迄双鞋仔是因囝婿，就是这查某囝咧嫁迄个翁，因这个囝婿买来互伊的，一直甲鼓励因囝婿也鼓励讲你一定爱练行一定爱来参加阮的婚礼，因为伊甲查某囝讲爱好对待伊翁伊讲因翁当初嘛是鼓励伊无要参加伊的婚礼，所以伊讲伊迄囝婿对伊安尼伊嘛足感动，所以迄双白布的，伊永远就放伫遐，但是爸爸已经无机会啊，无得笑，因爸爸已经往生，所以讲这故事伊就来是来源，伊认为讲伊的无面子，但是毋知影讲这会中的过程，因哪有这个遮好的囝婿，一直甲鼓励讲这个爱来参加伊的婚礼，买一双白布的好行啊。因为你就知影，较行路路边，你讲，人咧一般的鞋踏袂好势，伊搁摆脚一样，咧行用行乖啊，白布的，咱脚这个故事啦，有当时咱有做侪代志，咱毋知影事实是安怎，咱看着拢外景，小爸仔母嘛同款有一个故事是安尼，一个囡仔，伊头摕一包药头摕一包药走出来，伊个头天了，着人的头天了，一直叫来，甲伊这囡仔掠着的，你甲我头摕药安尼啦，伊头摕对啊，摕药要创啥？迄囡仔都细汉，伊头摕药要创啥？伊妈妈咧看病，伊妈妈咧共苦，伊着人的头天足歹啊，讲这囡仔，我要甲你抓去派出所，你甲我头摕物件呢？
头摕药啊，要甲送派出所啦。迄个伊问囡仔讲，你摕这药要创啥？迄头家病的头家问囡仔讲，囡仔你摕这药要创啥？伊讲因爸爸咧破病啊，伊要买药通啊食，爱无钱。头家同我讲，当然咱细仔银钱出来讲，药仔钱伊甲出啦，叫头家买药仔互伊啊，药仔钱也出，药仔钱也出了，伊佫叫因查某囝煮一碗面出来，叫因换互伊讲。你摕咱食，安尼，迄个囡仔当时足细汉，伊知要哪表示伊的迄个，囡仔也袂晓讲说说，物件抢外头就走去啊，头家下查某囝就看伫等来，头家就下查某囝就生气，讲这囡仔安尼像要搁做礼嘛，但是迄囡仔足细汉，伊知要安怎，就转去了，结果几若年后，迄个头家用煮面的时阵，同心肌梗塞，同随昏去。倒位了心肌梗塞迄吼，爱开足侪钱的，无伊就爱死。伊古早无啥物健保，啥物话，所以伊伫遐伫病院，因查某囝甲伊的衫啊，甲伊的厝拢卖去，但是无够钱通付伊着去。伫遐足痛苦的时阵，知要安怎？结果伊中药。伊伫遐敲电话要按做钱，讲啥四界听无咯？因为查某囝就是迄个以早做袂谅解，爸爸讲摕钱，伊无迄个囡仔去兼煮面互伊食，因查某囝嘛讲爸爸你安尼，虽然咱都创哪了无趁钱，咱家己生活毋是最好过。但是爸爸无输嘛吼，结果因爸爸伫病床顶挂无医药费的时阵，因查某囝本来较迟仔咧困，中央醒起来的时阵，看着伊的面，因爸爸的迄个桌仔边。病床的桌仔边有一张收据，因为遐开差不多100万，看我同伊爸爸的，伊写讲，这医药费总共达了，伊惊一个，哪会安尼？伊就去问迄个医生，原来迄个医生，伊讲，伊伫20年前，你碗面已经甲你囡仔的医药费买，你是来买单啊？这个医生就是以早迄个囡仔。你知伊大汉伊从甘心，伊从开始混管，伊做医生，伊话伊医病人，但伊当初伊感觉到迄个医生对伊一点心，迄个毋是迄个卖面阿伯对伊的心，伊甘心，所以伊看伊20年了，伊竟然做迄个缘分，然后来医疗即个当初摕钱互伊买药煮面互伊食迄个。所以人讲吼，咱人做神，这神嘛是会当咱家己的缘故啊，对，所以讲吼，即种你看即种迄个善良的、善良的风气啊吼，这个风气对咱来讲，人讲的，莫因为一个小神，咱就无爱去做，因为咱讲的摕这药仔钱，可能对咱来讲无啥，但是对迄个囡仔讲，当时是救命。莫因为小神而不为啊！因为小恶来，咱人来做即个恶。大恶小恶拢袂当做，大神小神咱拢爱做，安尼。讲一个这故事通咱大家做伙分享，因为即种故事吼，人家咧看，你会足感动的，这内容安尼，所以咱吼慢来修。上时咱当初咱家己阁有啥物物件，有啥物代志，互咱来记住内底，到底阁会记的，有啥物代志，互咱做改变的，咱到底会记的，咱小可甲想一下，看咱的记忆当中，有啥物代志咱到今拢阁无会记的，也是所有内底咱记人生的物件，上看卖啊，会当同大家分享一下。好，他们。我介绍不好。我看你拄仔听故事，听甲真感动。听甲老目屎，我袂当看老目屎，我这人我看老目屎，我嘛想要老目屎。所以你袂使我看。医生。你袂当乱讲这套，我讲袂出来。我讲袂出来。
我摕一个影片互你看，有一个囡仔伊甲阿婆人舞会马路尔，到尾啊，迄个好的代志嘛是发生伫伊的底，来这个啊，互恁看。那搞讲个感人的故，感人的故事个。